宴会当中，看到一寡人伫当中有真正受到上帝极大的感动，互因的活命嘛伫当中会当看到上帝伫因当中有一寡的改变。咱特别要为着这来感谢上帝，咱嘛为着刷落来，要来即个礼拜拜三到拜五，咱教会应该讲是南部教区嘿，要来举办即个儿童的夏令营。咱教会呢是主要要主办的一间教会，咱特别求上帝亲自看顾，为着刷落来拜三到拜五，咱伫金福山要举办即个儿童夏令营，咱求上帝亲自来引带。咱感谢主，即个儿童夏令营毋是干那少年人会当来服侍尔，其实伫咱当中嘛有即马伫咱当中其实嘛有会当参与伫其中，同心来侍奉的同工。咱特别要为这来献上感谢。咱特别要爱求上帝亲自看顾，互要来即个礼拜，伫拜三到拜五即个儿童夏令营当中，求上帝带领，互所有参加伫其中遮个囡仔，拢会当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会当互因的活命，会当互上帝来引带，明白上帝心意，明白上帝真理。咱就当心为着遮个宴会夏令营，咱求主亲自来引带看顾，咱当心来祈祷，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看顾，你的引带赏赐伫阮当中，互阮知影，阮所经过一切，拢是上帝你美好的恩典。主啊，当阮来到伫这个时阵，虽然阮的心有济济感动，因为阮知影，这毋是阮家己会当靠着阮家己的能力来行过，咱是上帝你所赏赐大大的快乐，你所赏赐极大的恩典。互阮伫当中，嘛经历上帝的看顾，嘛经历上帝的祝福。愿上帝亲自继续引带伫规个夏令营当中，特别为着遮个咱教会当中，主伫学的当中，有备真侪时间伫当中，用开真侪时间来准备、来筹备遮个宴会。咱特别求上帝你来纪念。特别求上帝你亲自伫当中来帮助每一个伫当中当心侍奉的同工，互阮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健康的身体，会当伫当中大大来服侍上帝，大大来荣光上帝的名。主啊，求上帝你亲自引带，主啊，求上帝你亲自带领，阮将荣光、颂赞要归乎你，阮将荣光、颂赞要归乎你。因为只有你是阮的主，因为只有你是阮后一个世代的主。主，阮感谢你。愿上帝你的心意，愿上帝你得成伫阮当中美好的世代。愿感谢你，愿颂赞荣光拢要归乎你。感谢你听从阮的心思意念，感谢祈祷，哈利路亚。听从阮的主上帝，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阮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学乐，因为阮知影是上帝你咧引带阮行头前的路，阮着对你来行。最后，阮特别要为着伫教会当中青年的世代、儿童的世代来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最后，这是上帝你赏赐互教会美好的产业。互阮会当伫当中看到上帝你的带领、你的引带，互教会后一代愈来愈成长，愈来愈有上帝你为因所备办即个美好的模范。所以，阮特别要为着过去即礼拜当中，伫青少年的宴会当中经历上帝你的恩典，我要献上感谢。我们叫要为着要来即个礼拜，伫拜三到拜五，伫金福山。伫阮所举办的遮个儿童夏令营，主啊，求上帝，你搁亲自伫当中来引带、来带领，互每一个同工、每一个所参与伫其中的囡仔，拢会当伫其中经历上帝你大大的权能，互伫其中所有参与的每一个同工，阮的心拢互上帝你来引带、来带领，互阮的心更较仰望你。更较倚靠你，
互每一个参与伫其中的囡仔，会当伫宴会当中明白你，会当伫宴会当中回应上帝你对因所讲的话，会当引带因伫未来的日子，成做上帝你手中美好的工作。阮感谢你，愿上帝你引带带领阮的教会，成做上帝你所使用大有能力的军队。我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咱的主，这时咱请保元兄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聚会之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业务处前往高雄圣教会正道，请为着牧者的侍奉甲平安来代祷。第二，7月7日至7月12日，伫金龙山举办的儿童夏令营公祭台代祷，愿上帝透过营会的敬拜，这个游戏甲这个信息，向囡仔的心来讲话，互囡仔会当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第三，感谢主的恩典，音乐培训第2阶段12堂即将开班。这个吉他班就自7月14起，周日暗时5点半至6点10分。无想过7月16起，周二下午2点半至3点40，欢迎正顺着瑞兰牧师娘伊的电话是0920833757。第四，7月19礼拜5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要来举行，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齐来为着城市祝坛守望。第五，参加着7月21至7月23信徒灵修会兄弟，当日这个午餐敬请家己助理，并且这个中昼12点半伫教会完成一盒。因为路途遥远，恳请集合来这个协助，以利这个准时来出发。行前通知发布伫消息公布的这个群组。第六，8月12至8月15日，就是拜1至拜4，本会将前往屏东西仔乡和平顺利会要来底选，已经有16名报名参与服赛，敬请为着后壁这个会筹备甲侍奉代祷守望，敢有补充报告？这是要请敬拜乐团。大家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咱着欢喜唱歌来吟诗。圣经安尼讲，愿一切超出伊个，拢要因为安尼来欢喜、高兴、欢喜、欢喜个欢喜、高兴欢喜，大意迄个欢喜个欢喜。好，愿遐喜爱伊个救恩的，常常讲着尊耶和华最大。阿门。咱拢是一群献祭的子民，是受上帝所欢喜的。咱要伫遮来组织，也伫线顶的兄弟姊妹，也准备心智慧。三甲来敬拜咱的主，因为为心要来学乐上帝。请咱起立来吟专首。我心学乐上帝，全灵影响天白，天地万物互相响应，学乐主名吉祥。就我残痕所有，就这万笔主香，天命一大款灵应更，学乐万里孤灯，我心学乐上
心快乐上帝，伊管理天甲地，空中且叫你是最强，哦乐意大尊名。我心爱了上帝，天的本是一个，虽然社恶暂时着情，公义之中热诚。感谢俄罗，咱们做位开声，将咱的感谢带到上帝面前，请。哈利路亚，主的心要用你开看，主啊，我的心要用你来唱，主啊，我的心要用你来靠无影响上帝。我要调见你，什么时阵调见你，就互我有耐心来听候。主啊，我的心啊，要靠无你，亲像落啊靠无溪水。主耶稣啊，感谢你。其实在这上，还去晚的时阵，还去有一口气的时阵，我就爱常常少年主极大的怜悯甲疼痛。我的心不住要用你来祈祷甲感谢，日是甜美是日是每日的当中，我拢要来仰望你，要对咱的心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伫我的内面烦涩？仰望上帝，因为伊笑面帮上我，我也要过来称赞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接咱的祈祷，对诚心来感谢。我心爱的上帝，全能仰向天北，天地万民互相听令，乐之名之声。感谢上帝，
用高温来祸害伊的众百姓，因是受竞选，要来成就耶和华的军队。咱知影耶稣做王，就一切拢顺遂了。耶稣做王，咱一定爱伫咱的心内话内面，伫咱的思想意念内面，爱讲来尊主做王。哈利路亚。有主的来世高，应要为主以万万受苦难，主救世人脱罪的真贫苦，耶稣最后万民就像福乐，人心歌唱。下呀，路撒了，地球万民为荣受太平，主永稳的主必你来砥砺，耶稣最后快速变叫公义，当心花球，耶稣最后，耶稣最后。应要归耶稣，永远的君王，还救救主紧紧对天在来，伊的主比地家较无难排，万民一齐出声阿乐人心，耶稣最后有着快乐欢喜，当心歌唱，耶稣最后，耶稣最后，耶稣最后，求主的人应该当心歌唱，应要归耶稣，永远的君王，困求救主快归天在来，伊的主比地强也无难排，万民同齐出声，阿乐吟诗，耶稣最王有着快乐欢喜，放心歌唱，耶稣最后，耶稣最后，耶稣最后，受主的人应该当心歌唱，应要归耶稣，永远的君王。咱要当心歌唱，当心歌唱，耶稣最后，耶稣最后，耶稣最后，受主的人应该当心歌唱，应要归耶稣，永远的再来当心歌唱，耶稣最后，耶稣最后，耶稣最后，受主的人应该当心歌唱，应要归耶稣，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咱拢是上帝厝内面的人，属主的人应该当心歌唱，互荣耀归伫耶稣，永远的君王。感谢上帝，咱安尼吟，也就安尼心献上。咱献上的是献给无下输的上帝，三位一体上帝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安慰。咱要来感谢主，
感咱伫伊面前的奉献，不只是活命、金钱，伫每一项咱所管理，上帝交代咱的，拢家献伫伊面前，求主感恩咱愿虔诚的奉献。把咱的一切拢写伫主的面前。主求你降临，阮天心奉献，我心感谢，你给我稳定，我求你赐福，你所听你，享受你主爱，永远无离。主求你降临，我天心奉献，我心感谢，你给我稳定，我求你赐福，你所听你，享受你主爱，永远离。又求你降临，阮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愿稳定，那求你赐福，你所听你，享受你主爱，永远无离。来，清唱。咱慢慢仔来，主求你降临，我天心奉献，我心感谢，你给我稳定，我求你赐福，你所听你，享受你主爱，永远无离。咱要来祈祷，为着咱所挂念的人，咱来为因祝福，伫心内面来为因祈祷，也当开声来祈祷。做东西阮所挂念的，伫生活病当中，袂敢来到你面前的，为阮陪伴所有一切的上帝，主阮要来到你的面前，主阮奉献阮家己，主啊，阮也要来到你的面前，将所有的荣耀恩乐拢要归互你，主感谢你。主啊，伫阮四周围内面，主啊，有忧伤、有艰苦的，主阮就是拢来到你面前，交托伫上帝你的圣手，上帝你知影，圣灵伫大角落，大角落，圣灵伫大角落，拢总听见阮的声，有听见的伫心内面的，拢总听见了。爸父啊，阿爸爸上帝啊，感谢你，来救伫一切软弱的心灵，提升阮的灵，甲你3000倍。真的是永远的上帝，我信心软弱的、辛苦疲疼的，拢常常用着祈祷来到你面前，并且阮的性命交代伫你手心中，愿你来救治，伫病院、伫厝内面，袂到来到你面前的，你永远拢纪念，你永远拢看见，你永远疼痛到底。面前，求主你来使用阮，无论是阮的人、阮的时间、阮的金钱，所有的一切，拢献伫这个予你，感谢主，哈利路亚。
主求你降落，我天心奉献，我心高翔，你的我稳定，阿有你祝福，你所听听你，享受你主爱，永远无离。主求你降落，我天心奉献，我心高翔，你叫我稳定，但求你祝福，你所听听你，享受你主爱，永远无离。主啊，这是阮伫你面前的奉献，献上阮的歌声，献上阮的学乐，献上阮对你唯一的敬拜。主啊，因为只有你是堪得阮一切学乐敬拜的主，阿门。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恭敬仰望你，仰望你的大能力，仰望你大权能，仰望你荣光的同在。伫即时显明伫阮活命当中。阿门。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愿意将阮家己全心全灵奉献。就亲像伫诗歌当中，阮是安尼宣告，伫阮的活命当中，阮就是要安尼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将阮家己完全献上。因为只有你，你是阮活命的主，你是阮的救主。你拯救阮脱离一切罪恶，脱离一切黑暗的权势，互阮会当进入到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荣光的国当中，会当看见上帝你伫阮活命当中，伫阮的头前为阮备办迄个光明的道路。所以，阮就来对你来行，阮就将阮家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是上帝你所欢喜的祭。愿感谢你，愿你悦纳，愿你感纳，愿伫你面前的奉献，愿阮的活命，就用阮的一生来荣光上帝你的名，互上帝你的名伫教会当中，伫这个世界当中见证出来。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当心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因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因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锤啊，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主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兄弟，请坐。继续，咱来启用上帝的话，27篇。我启用兄弟用和做伙来，三个上读上帝话。普天着向耶和华欢呼，恁着乐意侍奉耶和华，着来向伊歌唱。恁着晓得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做的，也是属伊的。咱是伊的民，也是伊草场的羊。着轻声进入伊的门，着学乐进入伊的院，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阿门。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息直到万代。哈利路亚！下面的时间，咱要请社会传道，和咱分享上帝，和咱的信息。
愿咱继续持守伫上帝内面的灵的感动，来领受伊的道，互咱果真得到帮助。哈利路亚，轮到你了。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互咱会当经过过去一礼拜当中伫青少年的营会当中，伫咱教会有一寡青少年做伙参与，咱嘛真感动的一件代志，就是伫即届营会当中，咱有一寡青年的同工，伫即届营会当中嘛参与伫即个大会同工当中，同齐来服侍即个世代青少年。咱特别要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上帝引带带领真正是奇妙。只是咱要同齐来分享上帝的话，正着听道，咱要来继续来敬拜上帝。请咱来同齐掀开伫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咱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现着，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耶和华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諭摩西的帮手伦的囝约书亚讲：我的僕人摩西死了，今仔你着起来，甲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予以色列人的地去，既然你骹掌所踏的地，我拢照着我所应允摩西的话赐予恁了。对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的所在，拢要做恁的境界。恁一生的日子，必无一个人会当徛伫你的面前徛你会牢。我怎样甲摩西同在，也要照样甲你同在。我必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你着刚强壮胆，因为你要互这百姓成就迄块伟业，就是我向因列祖起誓应允赐予因的地。只着刚强大胆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毋通偏离左右，也互你无论往倒位去，就会当顺利。即律法册毋通离开你的喙，就爱入的思想，好互你谨守遵行这册顶所写的一切话。安尼，你的道路就会当行通，凡事顺利。我敢无有吩咐你吗？你着刚强壮胆，毋通惊吓，也毋通惊吓。因为你无论往倒位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确甲你同在。阿门。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引带阮道路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引带，你的带领，互阮看到过去你怎样引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来。佮引带因进入到伫应允的地，伫这当中经过真济风影、真济困难，但是上帝你的大能力赢过一切，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嘛安尼来仰望你，阮嘛照样来倚靠你，求你亲自引带带领，互阮每一个伫当中专心超出你的兄弟姊妹，阮拢会当对你的活命当中。经历上帝你美好引带，特别伫教会当中看到上帝你的大能力，兴起新的世代，兴起伫阮当中，搁较济，互上帝你来录用大有能力的军队，会当伫当中为你来征战。愿上帝你带领，愿上帝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愿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上帝你亲自对阮来讲话。我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伫过去即礼拜的即个青少年的宴会当中，我捌有听到一个真有意思的故事。虽然我有去查考，但是并无查考到什物款的资料。但是我感觉即个故事呢，嘛是会当甲大家分享，这是一个真有意思，咱会当同齐来思考的一个故事哈。即个故事呢，就讲到伫过去呢，有一个即个毋是伫咱台湾，可能是伫别个国家，伫即个沙漠当中，有一个原始人因的部落。即个原始人因的部落呢，因就安那，因就是因拢文明拢还袂发展的，到了可能17世纪也是18世纪，因的文明拢还袂发展，因搁咧用迄个石头咧做所有的工具。特别呢，伫因当中上出名的，就是做因的遮个斧头斧头台语要安怎讲？斧头斧头好，感谢。斧头因就是拢专门咧做即个斧头出名的，所以呢，因的族就叫做斧头族。好，即个斧头族呢，因当中呢，就是有一位长老。即个长老呢，伊就是安那，伊就是咧制作即个斧头是上厉害的。伊用石头做出来即个斧头拢真锋利啦，咧砍树啥物拢是真好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因所有的部落当中所有的人拢非常尊敬即个长老，因为伊做的斧头真厉害。后来呢，就有一摆的机会，就伫外口有一个宣教师，这个宣教师呢，就发现即个部落，伊就感觉非常欢喜。原来竟然伫即个世界当中，阁有即个部落是无人知影的。我特别要将上帝的话带到伫因当中，所以即个宣教师就来到伫即个部落。但是呢，即个部落呢，遮个人对因拢不太友善啦，拢因为对即个外人拢看到伊所穿的衫就感觉甲因无共款，所以就有一寡惊吓，所以伊就想要甲伊赶出去。后来呢，即个宣教师伊就为着想要甲因拉近即个关系所以就安那，就将伊的文明外口的文明的物件，就带到因当中。伊就带因一寡人上信任伊的人，就出去看，去大都市伫当中看到原来外口的世界即马变成安尼，伫咱的部落当中阁是安尼。即个外口的，因就对外口的世界呢，就带转来一支安那。一支用白铁仔做的斧头，白铁仔做的斧头就比石头所做的斧头更较厉害。所以呢，大家人就马上就一直出去，就拢去外口拢去摕遮的白铁仔的斧头转来。所以呢，后来伫即个部落当中，即个长老原本伊是好互人非常尊敬伊的，但是后来呢，即个长老所讲的话无人要听。为什么？因为伊做的斧头无厉害啊，外口的斧头比伊更较厉害，所以呢，这个部落呢，渐渐呢，就开始安那，就解散啦，人口外移，大家人拢想要出去，无人想要踮伫遐。这个故事甲咱讲，这个民族叫做斧头族，但是呢，虽然是安尼，但是伫因的画面当中。因所挖刻的，毋是干那因的斧头尔，因所挖刻的是安那，原本因干那想要靠着因家己的能力，伊伫因生活环境当中来生活。但是当因看到原来这个世代一直咧改变，这个时代一直咧改变的时阵，因必须要对着这个世代改变，也无因就要互这个世界会当互因的，互这个世界的淘汰。这个意思，所以伫这个真快速变化这个世代当中，咱应该爱想思考一件代志：什么代志是会改变的？什么代志是永远袂改变？咱会当永远持守的。伫这个世代当中，对过去到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约书亚记的经文，已经是安那？已经是伫对咱来讲，已经是4000、5000年前的代志啊。到底今仔日有啥物款的改变？到底今仔日
什么代志改变啊？什么代志还未改变？这是咱会当来思考的。咱伫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特别就是要甲兄弟姊妹分享时代的改变。时代的改变，教会伫当中要怎样来继续伫即个世代当中来生活？教会要怎样会当伫即个世代当中继续维持对即个世界影响力？这是教会爱思考的代志。今仔日经文当中，甲人分享，世代变迁是必然的道理。上帝对约书亚讲，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上帝就对约书亚讲：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即马你爱起来，即马你爱起来。一句话，短短一句话，其实就是咧讲，时代已经改变了。摩西的时代已经过去啊，即马是你，是约书亚你的时代来到啊。所以这就是今仔日咱所分享的题目，轮到你啊，轮到你啊！来，甲咱身边的人讲，轮到我啊，哈，轮到我嘿，毋是干那讲你尔嘿，爱讲轮到我啊，嘿对，对，是对咱来讲，咱爱思考。对约书亚来讲，当摩西死了以后，伊即马受上帝拣选，要成做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伊爱伫当中受到什么款的准备呢？每逢进入到伫一个新的世代当中，好，好啊，看一下，好，每当进入到伫一个新的世代当中，新的世代一定会面对无共款的挑战。他拄仔经文甲咱讲，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起来。伫摩西时代，因所面对的挑战有啥物呢？有伫因面前的红海。到伫约书亚时代，他拄仔咱所读的经文，上帝嘛对约书亚讲：即马恁爱起来，爱过即个约旦河。对无共款的时代有无共款的挑战。约书亚时代的人袂当讲哦，过红海其实真简单。为什么？因为虽然因已经行过即个红海啊，因可能感觉真简单，但是对摩西迄个时代的人来讲，还未看到红海分开进前，这件代志是真困难的。所以约书亚时代的人，即马到伫约旦河的面前，因嘛爱想讲，因要怎样会当照着过去倚靠上帝的能力来过即个约旦河。安尼，咱就爱来思考，即马的教会面对什么款的挑战嘛？过去的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到伫今仔日可能已经毋是什么款的困难，但是即马的教会，佮面对甲以前的教会无共款的挑战。以前的教会可能还佮无有。拢电话还阁无遮尔济，还阁无网络，还阁无有啥物款的物件，3C 产品的时阵，迄个时阵的教会，就是大家人来到伫教会当中，着同齐来分享上帝的话。牧师就伫台下顶摕着一本圣经，伫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但是到伫今仔日的教会呢，已经无共款了呢。若是到伫今仔日的教会，牧师嘛是干那徛伫遮，摕一本圣经来分享，真侪人听袂落去，拢爱搭配即个 PPT， 啊，个互人看到讲哦，原来牧师是咧讲这哦，啊，原来吼牧师即马是咧读倒一段经文吼，啊，以前的人吼，拢听讲道吼，拢会做笔记做真济。啊，即摆的人吼，手机啊摕起来翕相哦，这就是牧师今仔日所讲的，我着翕相就会当做笔记啊。时代已经无共款，即摆的教会面对无共款的挑战。安尼，什么代志是随着时代在改变？什么代志是到伫今仔日犹原无改变的？对咱来讲，对约书亚来讲，咱拢爱问一个问题。上帝即马对你讲，即马轮到你啊！即马轮到你啊！你会当安怎做？你会当安怎做？若是咱是约书亚，当咱面对即个世代的改变、世代的交换，
咱受上帝兴起，成做一个新的时代的领袖，咱会当伫当中安怎做呢？咱会当同齐来思考即件问题。伫顶个月毋是顶个月，伫5月的时阵5月的时阵，伫台中捷运有发生一件代志，就是安那，就是有人咧摕刀就是伫捷运车厢内面咧随机伤人。啊，伫当中呢，就有这位叫做长发哥啦，这个叫做长发哥，伊就是真勇敢出来阻挡迄个会当摕刀出来伤害人的迄个人。所以呢，伊就后来呢，伫即个事件过后，伊就受到台中市政府的即个表扬。啊，伫表扬的时阵呢，即个记者呢，就咧采访，就咧问伊一寡问题，伊就特别伊就问伊即个问题，伊就讲为虾米你迄个时阵会勇敢徛出来呢？啊，即个长发哥呢，伊就回答即句话啦我唔知有偌济人听有啦，伊就讲安那，如果是勇者辛梅尔，一定也会这么做大家一定听无的，我知因为这是伫日本的即个漫画内面一句话一个角色所讲的一句话。即个日本的漫画呢，就叫做福利莲这就是即个主角福利莲伊所讲的一句话，伊就是讲伊过去，伊是咧对着即个勇者咧进行因的冒险，后来呢，因就经过真侪困难，后来最后呢，因就甲即个魔王就甲伊拍互倒所以呢，因就赢后来时代过后，因开。伊即个福利莲，伊家己佫开始有一个新的冒险，但是呢，即时即个勇者已经无伫伊的身边已经无伫伊的身边伊佫开始的时阵，当伊面对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伊拢会开始想讲，过去我甲即个勇者做伙的时阵，伊是怎样咧做？伊面对即个困难，伊会怎样做？到底今仔日？即个长发哥伫当中，伊嘛分享即句话，伊就是讲安那，如果真正是一个勇者，伊一定会勇敢出来去阻挡即个会当要去伤害人的迄个人。因为兄弟姊妹，我想要讲的代志就是，咱伫咱的活命当中，咱要做出啥物款的行动，咱一定会有一寡判断的依据。即个依据就是安那，可能就是咱过去的经验，无就是安那，咱过去有看过啥物人安尼做过，所以咱嘛对因安尼做，咱嘛对伊安尼做。所以到伫即个时阵，约书亚来到伫约旦河的面前，即个时阵，上帝要对约书亚讲：轮到你伊会当安怎做呢？伊一定会想一件代志。如果是摩西的话，安尼伊一定会安尼做。如果是摩西，伊面对即款的挑战，安尼伊一定会安尼做。虽然即马已经是约书亚的时代，但是咱爱会记住一件代志约书亚甲迦勒因两个人本身是有缘是摩西世代的人，虽然已经是约书亚的世代。拢是后来迄批以色列人会当进入到伫迦南地，但是带领因的两个人，约书亚甲迦勒，因本身是安那，就是摩西一开始要派12个人去迦南地伫当中探听的时阵，约书亚甲迦勒就是其中2个人。后来上帝审判，所有的人拢要死伫旷野，就干那因2个人会当继续活咧。会当引带以色列人进入到伫迦南地，所以约书亚甲迦勒因本身有缘是摩西世代的人，因过去是对着摩西咧征战的，因嘛必定的确是对着摩西学习怎样会当带领以色列人的，真是因伫因活命当中，因会当来思考的代志。对咱来讲，咱嘛爱思考。当教会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代的交换的时阵，咱就爱先学晓，甲咱后一个世代同齐做伙同工，
做伙同行的过程。咱头拄仔所讲，约书亚甲迦勒，因两个人犹原是安那，犹原是摩西世代的人。所以咱教会毋通想讲哦，后来吼是少年人的世代啊，咱就拢交互因就好啊，咱啥物代志拢毋免做，无，毋是安尼。因爱对顶一个世代学习怎样会当来服侍上帝，对顶一个世代学习要怎样伫当中来继续当心服侍带领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后来，上帝继续讲，上帝对约书亚讲：，既然恁骹掌所踏的地，我拢照着我所应允摩西话赐互恁，就是对旷野到黎巴嫩到大河迄所在，到遮所有的所在，你所看到的，你骹掌所会当踏着的所在，我拢赐互恁。这是上帝过去对摩西，也是讲对以色列人的应允。上帝过去对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应允，就是遮个所在要完全，我要照着我的应允来赐予恁。到伫今仔日，这个应允犹原有效。虽然世代已经改变啦，但是上帝应允无改变。摩西的世代已经过去啊。但是上帝对摩西的应允，到伫约书亚的时代犹原有效。上帝伫这个时阵拣选约书亚，就是爱互伊会当伫这个世代当中，伫因的世代当中会当承接上帝所赐福这个应允要互因的迄个地。所以上帝伫这个时阵，搁一摆对约书亚来讲这个应允。这个应允，伊伫进前已经讲过几啊摆啊，但是伊搁一摆，第一摆要对约书亚来讲，就是虽然时代已经过去啊，但是我的应允无改变，上帝应允无改变，恁犹原会当入去，恁犹原会当得到这个地做恁的产业。上帝应允伫时代不断变迁的世界当中。上帝应允是这个世界当中唯一无改变的迄条路。上帝应允是伫这个世代当中犹原无改变、永远无改变的迄条路。后来，上帝伫原本的应允当中，佮加上一个应允，特别互约书亚的应允。伊讲啥物呢？伊讲伫你一生的日子当中，的确无一个人会当伫你的面前徛你的条。因为我过去怎样甲摩西同在，我嘛要照样甲你同在。上帝伫过去伫过去摩西时代当中，已经互以色列人有一个应允，但是呢，到伫约书亚的时代，上帝佮加互约书亚有另外一个应允，就是我要过去怎样帮助摩西，我嘛是照样会当来帮助你，我嘛是照样会当来引带你，我的确袂离开你，我的确袂放下你，因为上帝伫这个时阵加互约书亚一个应允，就是要伫过去的应允做基础，互伊有一个更较强烈的感动，就是互伊知影上帝毋是干那是摩西世代的上帝，上帝犹原是约书亚世代的上帝，无论时代怎样改变。无论时代怎样改变，咱爱知影一件代志：上帝过去怎样帮助摩西，上帝过去怎样帮助约书亚，上帝到伫今仔日，到伫即马已经2024年，上帝犹原是咱的上帝。上帝犹原用咱启示的道路，伊同在的大能力嘛一直拢伫咧，因为上帝。过去、现在到未来是同款的，是永远无改变。这是咱所相信的上帝。这就亲像伫列王记当中，毋是有讲到两位先知，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伊伫伊的服侍当中带出上帝极大的荣光能力。后来呢，刷落来要接续伊的服侍，迄个先知叫做以利沙。
以利沙当以利亚要离开伊的时阵，以利沙伯讲一句话，讲安那，愿迄个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因为以利沙相信一件代志，因为过去以利亚是怎样倚靠上帝的能力，我嘛要照样倚靠上帝的能力。过去以利亚是怎样受上帝来使用，我以后我嘛要照样，并且佮加倍，互上帝来使用。有上帝加倍的能力，我就有加倍的责任，会当伫当中来见证上帝的名。所以到伫今仔日的教会，咱爱知影一件代志：时代一直在改变，但是咱爱抓条迄个无改变的道路，就是上帝应允，并且上帝应允毋是无改变尔，上帝应允，上帝的能力一直在加强加强，为就是要互咱每改变一个世代，咱的教会就会当搁较经历上帝所赏赐互咱的能力稳定，会当伫后一个世代当中继续来荣光上帝的名。刷落来，咱就继续来看，伫第6节开始，上帝就来对约书亚有一寡鼓励。伊鼓励啥物呢？伊讲安那，对第5节开始做一个基础。好，第5节做一个基础，就是上帝应允约书亚讲：我怎样甲摩西同在，我嘛要照样甲你同在。后来呢，上帝就开始讲，伫即个基础的顶面，你着爱刚强壮大，你着爱刚强壮大，因为你要完成即个结果，就是你要互即个百姓成就迄个成接迄个地为业，就是我向因的列祖起誓应允所赐予因的地。上帝搁一摆讲，你就是我，就是要互你伫你即个世代要来成就我的应允，我要互你伫即个世代要来成就你的应允，即个应允。所以你着爱刚强壮大。为什么爱刚强壮大呢？咱等下做伙来看。伫这段经文当中，上帝讲刚强壮大，拢总讲有3摆，爱提醒约书亚讲，你着刚强壮大。为什么爱讲3摆啊？因为安那，会一直甲伊讲，代表伊安那，代表伊其实伊迄个时阵可能真惊吓，可能真正毋知影未来会遭遇到啥物款的挑战，所以上帝特别甲伊讲3摆，你着刚强壮大。第6节是即个结果啊，伊要安怎做呢？就对第7节开始。第7节开始，上帝就讲：只着刚强大壮大，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后来后壁一句话嘛是继续讲。即律法册毋通离开你的喙，总着爱入迷思想，通互你谨守遵行。即个册顶面所写的一切话，所以上帝爱约书亚刚强壮大，是为着安那？你着爱勇敢去安那？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你爱勇敢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来，甲咱身边的人讲，你爱勇敢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勇敢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对，为什么安尼讲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安那，上帝咧对约书亚讲，你应该爱安怎做。其实安那，摩西已经甲你讲啊，摩西已经有甲你教过啊，就是安那，就是我所教予摩西的遐律法，就是你应该爱安怎做的行为。你着爱安尼来做，所以你着爱刚强壮大，通互你所做的一切代志拢会当顺利。所以毋免惊，谨守遵行，就会当顺利。这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其实，就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当约书亚咧面对挑战的时阵，约书亚会思考的一件代志，就是过去摩西是安怎做。过去摩西是安怎做？如果是摩西的话，伊一定会怎样来做呢？其实摩西所教的
拢已经写伫律法册顶面啊。所以约书亚就是照着这，约书亚就是照着律法册所讲的，伊就是照样来做，安尼就对啊。所以伊对着摩西伫当中咧学习的过程当中，伊就是对摩西遐来学习讲，伊安怎做，伊就对伊安怎做。后来轮到伊的时阵，伊会当怎样继续来做？这就亲像咱过去伫咱教会当中的底宣队，底宣队，感谢主，已经几啊年无教会无底宣队出去服侍，但是今年咱阁有机会，咱伫咱教会当中有10来位的同工，会当做伙去到伫屏东西仔乡的和平顺利会，同齐来服侍。咱真感谢主。过去咱教会伫底宣队当中的服侍呢，拢总有三年的阶段3年的阶段嘿，大部分咱拢是安尼咧安排啦。但是嘛有可能有一寡教会无遐尼紧，就会当学会晓。但是无论安怎，就是咱会当伫当中，就是准备这3年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示范，就是安怎？就是我做互你看，咱教会真感谢主，上帝赏赐互咱有真美好的产业，真美好的稳定。咱伫儿童事工当中有真侪学习，嘛会当做真侪教会的祝福。所以咱教会就会当出去到伫其他偏乡的教会，伫当中帮助因的儿童主日学，帮助因的儿童事工。咱就伫当中举办一个营会。就伫即个营会当中呢，就会当讲哦，伫咱教会是怎样来做儿童事工的。就安那，第一年的时阵，就是请恁教会会当派同工做伙参加，但是恁就安那，恁就是伫边仔看学习，看咱看阮安怎做，恁就学习了后呢，这就是第一年示范，就是我做互你看。第二年呢，就是训练。就是第2年，当阮搁去恁教会的时阵，恁就爱安那，恁的同工就爱继续来，并且爱安那，爱甲阮教会爱做伙。就是阮有一寡的事工，阮有一寡阮会当伫营会当中要做的代志，毋是干那阮教会做尔。恁教会的老师，恁教会的同工，就爱做伙同齐参与伫其中。这是第2年，就是咱。做伙做，第3年呢，就变做安那监督啦，就是讲哦，第3年就安尼，恁已经学过2年啊，第3年你会当来做，安尼我伫边仔来看，若是有需要的时阵，我会当帮助你，但是呢，你着看，你着做互我看，我看敢是真正恁做会晓啊，若是做袂晓。若是还阁有需要训练，就继续训练落去。但是安那，咱望就是到伫最后3年过后，也是讲即个服侍的过程最后呢，会当进入到伫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安尼会当轮到你啊，安尼恁教会会当起来，会当同齐来承接即个产业啊。恁教会毋是干那对阮教会学着遮的物件尔。恁教会会当开始伫恁的教会，恁的社区，伫恁即个地区会当来成就上帝美好的产业。这是伫即个底宣队服侍当中，咱所备办3年的阶段，到伫第4年以后，就是成全，就是轮到你啊。虽然即个过程无一定遮尔顺利，但是这是咱会当来准备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意思就是讲，总有一天时代会过去，咱的教会无法度每一冬拢参与伫因的教会当中，所以咱的教会去到伫当中底宣，咱就是望会当训练，互因会当成做一个嘛是有能力会当服侍的教会，咱就毋免阁去，咱就会当去别个教会。嘛是需要帮助的教会，咱就会当去遐。所以咱看到牧师嘛，捌对咱所分享的，就是伫中国当中有一
一间教会，就是伫福建的即个北门堂。即个北门堂呢，就是过去受到咱教会伫当中的底选的帮赞。后来呢，因就真正伫当中学会晓。后来呢，伊就真正会当伫当中，因会当家己办家己的营会，并且因阁会当去别个所在、别间教会伫当中来底选来服侍。这就是一个真美好的见证。我要讲这个话，嘛是要讲到，其实伫教会当中的门徒训练嘛是共款。门徒训练就是安那，嘛是共款。我要怎样来栽培一个门徒？就是我会当带伊伫我的身边，首先我做互伊看，后来咱就会当继续做。后来呢，就是你做互我看，我看你敢是做会晓啊？后来就轮到你啊，你就会当开始，搁去带另外一个门徒，继续来传承这个服侍。摩西对约书亚就是安尼，所以对摩西世代到伫约书亚世代，虽然世代已经改变啦，但是安那，因为伫因当中有传承，因为伫因当中上帝话、上帝律法。借着摩西所写落来，已经传承落去，所以伫因当中无有虾米款的断层。有缘伫当中，因会当继续承接这个服侍，继续进入到伫应允的地得地为业。这就是上帝伫以色列人当中所引带、所带领一个真美好的工作，互因会当伫当中，毋是干那讲轮到我唔知影要安怎做，因为上帝伫过去已经借着摩西做互阮看，阮即马会当对因来做啊。感谢上帝恩典，最后上帝就过一摆要对约书亚讲：我敢无有吩咐恁吗？你着刚强壮大。这是第3摆讲刚强壮大，唔通惊吓，因为你无论往倒位去。耶和华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这个过程就是安那，对第5节开始，上帝就讲我一定甲你同在。后来就讲3摆刚强壮大，后来到伫第9节的时阵，上帝搁一摆讲我一定甲你同在。上帝意思就是一定要甲约书亚讲，你就是去做，唔免惊吓。我知影你一定会惊，为什么伊会惊？咱就来思考，为什么伊会惊呢？因为安那，上帝伫当中，互约书亚的这个这个使命是一个真歹做的使命，你敢知？伫过去，当过去伫旷野当中的40年的时间，其实以色列人是活伫一个新掠时代当中，是活伫一个稳定的时代当中。伫因旷野的40年当中。每一天，因拢有够野的玛纳会当食。因的衫、因的鞋啊，穿袂破。圣经甲咱讲的，因的衫、因的鞋啊，永远拢穿袂破，因为安那？因为上帝特别保护。但是到伫今仔日呢，到伫约书亚的时代呢，当伊搁要往前踏一步的时阵，要过这个约旦河的时阵，这个新掠就会停止啊。上帝就无搁再供应因虾米款的玛纳，上帝就无搁再供应因虾米款保护因衫、保护因鞋仔拢穿袂破。安尼，咱会当来思考，伊敢是需要刚强壮大？伊的确是需要刚强壮大。上帝毋是讲哦，我玛纳就到今仔日为止哦，你若明仔载无过吼，恁就无玛纳会当食哦。上帝毋是安尼讲哦，但是上帝佮劝勉约书亚讲，你着刚强壮大，因为安那，这是一个无容易的决定，但是你一定爱做，因为你所要得到应允，比过去的稳定佮较大。你所要得到应允，比过去的稳定佮较大。所以咱着爱思考，如果你是约书亚，你敢要继续往前来行呢？他拄啊，咱所讲的，咱嘛继续来思考一件代志。约书亚
的受法，就是如果是摩西的话，伊一定会安那做。所以，咱得来思考，摩西过去是怎样来做呢？其实摩西嘛同款。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以色列人定定伫当中去埋怨上帝，讲安那哦，我伫埃及地，我阁有物件会当食，到伫今仔日我来到伫即个旷野，你要互我枵死吗？其实，因以色列人定定伫当中埋怨上帝，所以因的即件代志嘛是定定摩西咧处理的问题。过去每一工拢有够野的食物会当食，虽然食袂饱，但是嘛袂枵死。但是呢，到伫今仔日，搁要往前来行的时阵，就要进入到伫一个啥物拢无的一个旷野当中。安尼，你是摩西，你敢想要继续往前来行？你是摩西，恁敢搁有想要继续往前来行呢？其实摩西过去就面对即个真大的挑战。安尼，到伫约书亚的时阵，伊会当怎样来思考呢？伊就是照着摩西过去所做的。摩西面对红海伫伊面前，伊犹原无惊吓，照着上帝应允安怎做，伊就安怎做，伊就摕起伊的拐仔，就举手，红海就分开。我相信约书亚嘛是安尼。因为摩西过去安尼做，伊就照着摩西所讲的，伊就安那做，所以伊就伫当中真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伫因应允的地。所以咱爱思考，伫咱教会当中，咱爱思考，当咱咧思考怎样传承互后一代进前，咱爱先想看觅，咱对咱的顶一代传承了啥物货？咱对咱的顶一代传承了啥物货？咱传承了是啥物款呢？是因对上帝的敬虔吗？是因对上帝的信心、忠心吗？咱怎样会当继续将这个代志传承落去呢？约书亚对摩西话命当中所传承的，是上帝所赐予因的律法，并且因对因先祖的应允。并对上帝全然的信靠、甲唯心的模范、甲使命。上帝伫当中怎样带领摩西，赏赐予摩西这律例典章，为着是要互约书亚会当伫当中照着上帝过去所做的代志，会当嘛是共款继续安尼做。安尼，咱就会当伫当中学习上帝的心意。教会伫当中，嘛会当伫当中来思考，咱咧传承啥物货？咱的教会咧传承啥物货？伫顶两个月，咱的我的讲道当中，嘛甲各位分享一句话，我毋知各有几个人记会牢即句话。教会爱会当营造一个会当互听上帝的人会当专心侍奉的环境。即句话特别，就是要顶一代教会顶一代会当为着咱的后一代来备办的环境，就是互即个后一代兄弟姊妹会当承接即个服侍的时阵，是会当真正有一个咱伫头前为因拍拼。有一句话讲安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伊意思就是头前的人拍拼，后来的人因就会当专心做因想要做的代志，专心做因即个世代爱做的代志，因就免做顶一个世代爱未完成的代志。这是因即个世代爱做的。所以教会伫当中传承上帝的话，以及上帝伫历史当中的作为，也就是见证。教会的历史已经2000年的时间，伫咱的教会安乐性教会嘛，已经65年的时间。咱传承了啥物货？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已经传承2000年的时间。安尼，伫咱教会当中，咱犹原到伫今仔日继续会当传承上帝的话语，
并且咱阁看到上帝伫历史当中的教会，伫历史当中的作为，伫每一间教会当中，拢不断有真侪美好的见证。这是咱会当对咱的后一代来分享，会当对咱的后一代来做见证。所以，即马轮到咱啊！即马轮到咱啊！咱会当安怎做？即马轮到咱啊！咱头拄仔所讲的，毋是干那对别人讲轮到你啊，爱想讲即马是轮到咱啊！即马是轮到咱啊！安尼，咱会当怎样来做？第一个，咱会当真做后一代的模范，真做后一代会当对咱的活命学习什么款代志，即个模范。第二个，就是咱会当建立一个文化，即个文化是会当互规个教会伫当中养成一个习惯，渐渐呢，即个习惯就会当成做一个美好的文化。我顶个月时阵有机会去到伫庄明信教会，伫当中来讲道来分享上帝话。伫庄明信教会呢，因为今年原本因迄个世序牧师因退休啊，所以后来呢有一个新的传道来到伫因当中。这个新的传道虽然伊毋是讲是无讲是真少年啦，但是嘛是较少年的传道啊。但伊就伫当中，伊就开始建立一个我感觉真美好的文化。但是伊就是伫因的教会当中就讲，当礼拜煞了后，因就马上组织所有教会当中的执事甲小组长，伊就留落来，留伫教会当中，伊就做伙来聚餐，就是有一个爱餐的时间。啊，就干那教会甲小组长，啊，就伫教会甲小组长呢，因就伫当中，就食饭食煞了，因就开始分享讲，他拄啊，咱伫即个主日崇拜当中，听牧师、听传道咧分享上帝话，安尼咱听了以后，咱有啥物款的回应？因就彼此来分享。因伫主日崇拜煞了后，马上就开始，就来回顾讲哦过去。他拄仔咱听到啥物，安尼咱学习到啥物，咱会当怎样来分享？啊，就所有的执事，所有的小组长，因就彼此来分享。后来呢，因就安那会当将他拄仔所分享的早倒转去，伫因后了要后礼拜因的小组当中要来分享上帝话，要来分享即个主日讲道的时阵，因就会当将这物件早倒转去。因就会当彼此来分享，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美好的文化。当因开始建立这个文化的时阵，就互上帝话会当袂讲哦，咱伫今仔日吼主日崇拜煞了后，啊到伫拜四到拜五的时阵，较咧小组咧分享，安尼大家搁记会牢偌济呢？所以呢，若是咱伫今仔日继续主日崇拜煞了后，咱就伫当中会当来分享。哦，他拄仔讲道当中，我有啥物款的感动？我有啥物款的领受？就会当咱先想，咱就会当去安那去记起来，咱的活命就会当伫当中有一寡的成长。所以，咱会当同齐来学习。虽然伫咱教会有2堂的时间，无一定有遮尔好的机会会当来组织，但是亲像咱可能。台语堂煞了后，伫外口咧煮烹咖啡的时间，大家嘛会当伫当中分享上帝的话，分享上帝伫教会当中美好的带领，这拢是咱会当学习的。所以建立文化伫教会当中是真重要的。第3项代志就是祈祷守望，咱特别要为着教会后一代要来祈祷守望。伫过去即礼拜当中，因为我参加伫即个青少年的营会当中，有真侪服侍的时间。伫即个服侍的时间呢，特别呢，因伫营会当中，拢会有一寡分享信息了后，拢会有一寡呼召的时间。呼召讲，若是有啥物人，有啥物款的青少年愿意回应上帝话，会当来到伫头前。安尼就有一寡同工会当为因来祈祷。后来呢，
那我伫当中，因为因嘛邀请伫教会当中诚侪无职人工的，拢会当伫当中有官兵来祈祷。所以我有一届的机会，我就伫当中来为着一个青少年来祈祷。伊是别个教会的青少年，但是我为伊祈祷的时阵，我就问伊讲，我会当为你祈祷啥物？伊就讲安那，因为迄段的信息是讲到，其实是天父的疼，天父的疼。伊就伫当中，伊就分享讲，其实伫伊的厝内面，伊感觉伊真欠缺的，就是对父亲所来的疼，对老爸所来的疼。所以我就搁进一步咧问伊讲，安尼你敢是基督徒？伊讲是，我是基督徒。我就问伊讲，安尼你的父亲，你的爸爸敢是基督徒？伊讲是，我的爸爸嘛是基督徒，并且我的爸爸是教会执事。我就咧想着讲，即摆的教会是发生啥物款的代志？为虾米一个伫教会当中做执事的父亲，但是伫伊的厝内面无法度，互即个囡仔感受到对父亲所来的疼？即摆的教会是发生啥物代志？我就为伊祈祷，我祈祷求上帝亲自来充满伊的心，求天父的疼来充满伊的心，互伊所欠缺会当对上帝遐来得到补足，来得到充满。我嘛特别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伊的父亲会当伫当中来有机会回转，有机会悔改，有机会会当伫因的厝内面，搁来显明父亲的疼。伫这祈祷煞了后，我就咧思考讲，安尼对即个青少年来讲，教会伫伊活命当中有真做啥物款的角色？教会伫伊的活命当中真做啥物款的角色？教会无一定有法度会当帮助伊来解决伊家庭当中的问题，但是教会会当互伊鼓励，互伊安慰，互伊支持，互伊知影，虽然伫伊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是做欠缺，但是伫教会当中，上帝会帮助伊，会补足即个欠缺的所在，并且毋是干那补足伫因的伫即个青少年的活命当中尔，佮爱补足伫伊规个家庭当中，这是教会所会当做的。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咱教会当中，咱会当特别来思考，咱要怎样会当为着咱的后一代来祈祷、来守望，为着咱教会当中所有的家庭，会当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守望，或者所有的家庭当中，拢会当经历上帝的疼，经历上帝的带领，经历上帝的引带。即马已经轮到咱啦，即马已经轮到咱啦。咱要怎样会当继续传承对上帝所来的疼呢？咱要怎样会当传承对上帝所来的话语来引带带领咱教会后一代进入到伫上帝所应允命定的道路当中呢？最后，我搁一摆，我要用一篇文章来甲各位分享。就是顶个月的时阵，我嘛分享即个麦克阿瑟为因的囝祈祷的文章。但是我今仔日所节录的是另外一段，就是伊文章其实有较长，我节录的是另外一段。另外一段已经，这个祈祷文是安尼讲，伊讲请塑造我的囝，我的囝呢毋通用愿望来代替实际的作为，引带伊明捌你，并且互伊知影明捌家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础。特别伫遮讲到，毋通用愿望来代替实际的作为。咱毋通互咱的后一代是干那想讲，我想要安怎做安尼尔，是真正会当做会到。因要怎样做会到？因着爱有教野的、
稳定，有够野的资源，佮爱有教会支持，才会当帮助因做会到。安尼，因所想要做的代志，较袂干那是愿望尔，是真正会当转变做实际作为。所以，麦克阿瑟伫当中佮祈祷讲，求你互伊有一粒纯洁的心，并且有真远大的目标。当伊要进入到伫未来的时阵，永远袂去记过去的假事。咱嘛爱对咱的后一代，甲因讲，历史真重要。上帝伫过去历史当中的作为，就是见证。所以历史真重要，见证真重要。咱的后一代，咱毋是干那爱有真远大的目标，咱嘛爱对咱过去当中看到上帝真美好的作为。咱会当怎样继续传承落去？过去有啥物款有需要改变、有需要成长的，咱后一代就会当继续承接这个正做咱的产业，继续来成长，继续互上帝来录用、来引带。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即马轮到咱啦。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为着咱的教会，为着教会的未来。为着教会后一代，咱会当同心来守望，咱会当同心来为着咱的后一代，营造一个真美好，会当互因专心服侍上帝的环境。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教会当中，特别伫阮安乐圣教会当中，阮看到上帝。你伫65年以来所带落来真美好的恩典，真美好的见证。主啊，阮要将这荣光拢归乎你。后来教会犹原要继续向前来行，时代一定会一直咧改变，但是上帝，你的话语无改变。上帝，你的话语继续引带阮，互阮的活命会当对你来行，互阮的教会会当看到上帝。你所为阮备办迄条光明的道路，迄条宣教的道路，迄条会当见证上帝你荣光名的道路。上帝啊，愿你就伫当中来成就。上帝啊，愿你就伫阮活命当中来帮助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知影，阮会当伫轮到阮的时阵，阮会当怎样来承接这个产业，阮嘛会当怎样。会当传承落去，互教会一代一代传承落去，一代一代见证上帝你荣光的作为。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伫今仔日伫咱当中，敢有新来兄弟姊妹？无，好，请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轮到咱啊！轮到咱啊，嘿对，感谢主，即马已经轮到咱啊，咱爱继续接受上帝的作为，继续向前来行。这时，咱要当心来奉献，奉献是上帝伫咱活命当中所享受的恩典，咱会当用咱的行动来回应。借着咱的奉献，会当来将荣光归乎上帝。借着咱的奉献，咱慢慢看到上帝。一定会一直伫咱教会当中成就真侪美好的事工，互教会不断扩张咱的境界，互教会会当伫这个世界当中继续传承落去。咱同齐起立，咱用诗歌同齐来敬拜、来回应、来奉献。感动，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经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的
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求你感纳，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纳，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纳，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听从阮的主上帝，阮即时来到伫你的面前，将阮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献上予你。阮知影这是上帝你的赏赐，阮知影这是上帝你美好的工作，阮就伫当中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上帝你成就伫教会当中，互教会真做大有能力的教会。愿你祝福，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真做上帝你所建造一个大有能力的军队，会当传承你作为传承你恩典的军队，会当伫当中用一个世代来见证上帝你的名，荣光上帝你的名。所以，阮来到伫你面前，我要为着兄弟姊妹来祝福，来宣告讲。愿天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众兄弟姊妹三甲同在，特别嘛甲你厝邻的人三甲同在，对担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